落物唔单止充满水艺嘅痕迹，当场也听见本地木匠嘅木材同后台管理无好，变解忘里忘别。有丰富建筑艺术同人文价值嘅落物，就安尼行业历史，色彩本人感觉当打赏。它就是一个历史的见证者，见证先民在这块土地、这个区域开发他们的一些生活的方式，生活的行为，或者说是手工艺的水准，或者有时候还甚至可以表现当地的一个自然环境，所以这个古厝它是一个忠实的历史见证者，你不保存这些古厝的话，对于历史的这种诠释的证据率就比较薄弱一点。50年以后，100年以后，还是讲300年以后，两种的佛法你敢看得到？你两万摸落去留下来300年以后，你可能就看不到了呀。所以，你保存你的文化所推动你讲，两万很暗道，你清普通的东西不值得我们保存。两种的观念是一听是唔错的。虽然保存落物对于延续文化生命同意义有其嘅重要性，不过受到天时嘅影响，唔耐当嘅落物常菜慢慢坏败。它天天在阳光下晒太阳，屋瓦不会坏吗？上面的剪黏也会坏啊。那还有木头久会腐烂啊，受过风雨潮湿，如果你不好好的保护它的话，它风雨潮湿久了侵蚀了，白蚁侵入了，那屋梁腐朽了，然后屋瓦就塌下来了，那漏水了，整个房子就完蛋了。先天上来讲的话，台湾的古厝保存就居于不利的地位，因为台湾很多台风、地震战争所以呢，古厝经常都是命大的建筑物，他们躲过这些天灾人祸。冇唔错，接有嘅天通同风灾，确实系损坏落物嘅原因之一。不过在保存嘅方法好，落物避免天速会坏败。佛法两万来装修机改嘛你用现代技术来改良机差一点风魔那度对袂住也好还差一点个铁筋就对袂住也到底来补强机嘛唔系讲求的东西就亲难保存虽然人天先天嘅技法并未当正确，不过多少是会常年受到风灾、日晒、雨淋嘅落物延长寿命，但是当多时节，人将系决定落物命运嘅关键。他为了可以卖房子，可以赚钱，他可以建个换厨啊，就是一个建个一个建设公司，然后建大楼啊，然后大家可以分一点啊。经常我们就碰到一些族人，他就说他们现在老房子大部分都有很多家族的持分，比如有6房啊，或是10房啊，那他们某一房，大多数的人就想说我要拆，那你老房子也没有办法留。碰到都市计划，这些老房子竟然就是被拆迁改建，还有这些经济的利益所以呢，一般越是都市化的地区古厝存留的成功率越低。同都市发展同落物保存两头变嘅是，就算政府有什么保护，后台子孙嘅想法，常在决定落物嘅命运。那古厝大概都是沿袭很多代，那产权纠纷比较多，也不是说纠纷也就是说，大家各自有各自的发展，子孙有各自的发展以后，那共有的部分就没有心力去维护。那么要维护的时候，要请他们盖章，或者是要请他们出资的时候很难。那这个在法律上的保障，我们政府机关不能够随便去侵犯民众的权利嘛。就好，我要去帮你做这个维护，也要你有同意书才可以啊。你总不能说我大拉拉的跑到你家说，我现在有一笔钱要帮你做整修那你没有任何的程序一个同意书，那我们就没办法。就算政府出钱降落物，不过以现有嘅法令来讲，其实还係有管理嘅问题。指定古迹，你任何的动作要经过主管机关的同意审查，所以他们大概不至于随便去动它。但是一个情况就是没人管，那没人管理维护，可能我们就会回到一个问题，就是我政府这个10年前这个921地震修复完成的，那个3年4年后开始漏水，开始这个冲移的这个问题就出来了。
那也许再过2年就要再全面再修复一次。铜锣屋另一古迹也是历史建筑，强款有其嘅困境。无另一届当道又变做历史下嘅牺牲品。咁讲台湾锣屋嘅保存，就安尼无法度改革黑幕。其实有道理，值得作为参考。2001年，高铁沿线各车头规划铁天气，新竹竹北嘅新雅屋同富圈嘅陆家铁区，拢本纳入都市计划范围之内，变做公园热天体。在居民同有心人士嘅支持下，2005年，内政府核定新雅屋系客家文化保存区。第二年，客委会台湾客家文化筹备处进驻执行持续保存。大家看到全部进驻喺劳动市嘅建啊、房屋啦、白公文件睇啊，啊，甚至看到咧新雅屋好完整啊，好有规模咩？我新雅屋一邊大人嘢啊，聽家大家還有個沙溪歷史場，是老人政府是現場，遇到佢仲陳情狀啦，仲留咗保存下來你講解下來講冇保存下來啊，係咪有決定看唔到啦？看唔到咧客家文化、客家嘅建築嘅東西啊。都市計劃遇到鑼屋保存難解決嘅細節，新雅屋嘅模式，尋到本各方攏滿意嘅答案。日本林木刺落嘅文化，使得到思維攏喺大量嘅情形下，繼續講定其純粹嘅意義。我就講新加坡的話咧，一個客家文化傳承天點你下來陸家莊嘅人啊，唔止陸家莊，啲網絡講嘢咧，全部新竹啊，全台灣人全部都來到那邊看客家文化嘅東西嘛，對啦最簡單嘅奶磚屋、風磚屋，跟嘛要睇到靚嚟要千萬豪宅要5、6種嘅建築度咧，我看到個文化燃氣全部用現代化嘅東西啦。現代化嘅建築啊，例如平地路上片啦，老古董，開始按到客家文化，我去到個五號呢，個五廠呢，我是去到新加坡啲人係好正經嘅客家文化。呢片係台北市難得嘅傳統街路，鐵花嘅路兩邊嘅人物同樣了。長泰城觀光客同文化人士來參觀，為咗保存一條建築特色同歷史風貌，早到2000年，公部門就引進容積率移轉制度。容積移轉的意思就是說，我這個建築物本身，我本來法規可以讓你蓋，比如可以蓋10層樓，10層樓換算的話，也許它如果100坪來看，它10層樓可以蓋1000坪。好，那假設容積率是1000坪，這1000坪我同意你移轉到別的地方蓋，你原來可以有多少價值，我讓你移到這個地方。那你移過來以後呢，你的錢拿到了，你這個地方原則上是要無償這個捐贈給政府機關。文明國家都用這樣一個方式提供這樣一個誘因你為台灣這塊土地保存着一個老房子相對的你的權益不會受損那如果說這個區域因為有一個老房子保存下來地方上的這種人文景觀也會有互利的效果彼此營造一個雙贏的空間。雖然容積率移轉制度實際本落戶有法律嘅保障，不過缺點係無法度到台灣各地攏按呢實施。容積率移轉辦法是在有實施都市計劃的區域可以獲得這樣的保存那在台灣也有很多的縣市，那估計很多地方它是在農業區，它沒有辦法像台北市可以那麼容易獲得一種容積率的移轉，可能就是在非都市計劃區的一些老房子的一種保存的立法是不是來加速考量？政府在這方面有想要盡一些心力了。那至於其他更實際的部分，也許我們慢慢會來思考。包括他們最近提到說，我修復古蹟這個錢可不可以抵減這個所得稅，或抵減其他的稅捐？那這部分我覺得是可以考慮的。
用公权力同有意义嘅建築列為古蹟，也係歷史建築來保障，看起來像係落無保存嘅好辦法。不過必須回歸一個基本面，就係政府嘅法令係未完備。早期是1、2、3級古蹟，那1、2、3級古蹟全部是中央這個內政部來指定，那指定後就是內政部這個補助全額來補助。那後來新的文資法以後，他改了一個叫做國定古蹟，一個叫做縣市定古蹟，一個是歷史建築。那國定古蹟的主管機關是文建會這邊，那縣市定古蹟跟歷史建築的主管機關是縣市政府。牽制機關要分開清楚，不過中央嘅預算冇增加，地方政府嘅心態也冇改變，問題空款存在。早期沒有歷史建築1、2、3級哦，它幾乎這個文資法94年公布施行，可以指定登錄歷史建築的時候，它膨脹了1倍，600多處的古蹟，但是歷史建築有800多處，那這800多處都要中央也跟着來補助的話，那個財源被稀釋掉了。那再來就是我們這個中央政府在這方面的這個古蹟修復的經費哈，目前來說可以比較直接來說，就是它並沒有成長，就從10年前到現在沒有成長。他們就是我古蹟歷建，我以前就是你中央給錢，我現在還是要中央給錢。很多文化局跟我們反映呢，他們要編預算的時候，這個縣市首長不同意，或者是財主單位不同意，他說你去跟中央拿錢再來編配額款。地方政府報上來的100多件的案子裡面，我們可能可以核給他們20個案子，那剩下80案呢，再排第2年，再排繼續排。政府可以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一種教育，教育房屋所有權人，教育地方的民眾，教育地方的政府，這些老房子，他們不是一個妨礙都市發展的一個絆腳石。是一些破爛老舊的東西，他們自有他們自己的存在的價值。台灣目前有600外圍古蹟、800外圍歷史建築，本法令保障等3項政策受到重視，還有更加多充滿歷史藝術價值嘅老屋，同時間天時同各種人為因素之下命運危險，所以各方關嚴嘅政策、法令規範嘅完善嚟到，當場已經係無法度確定嘅嚴。